请在 Facebook 的脸书搜寻 NAFA， 上面有写乐团，不是乐园，是乐团，对，就会找到我们。那我们在 FT 拉萨洞要不要打？不用。那我们下个礼拜11月19号会在西门大岸也有一场演出。如果台北的朋友的话，可以来看我们演出，好不好？那老师，我听在前方，最后一首歌，最后一首歌。打什么？